Hello， 大家好。母親節就嚟到啦，唔知大家準備好送禮物俾媽咪未？又或者已經成為媽咪嘅你，有冇諗住買份禮物獎勵下自己呢？未諗到都唔緊要 ，Young Living 已經為大家準備咗一系列貼心嘅禮物，唔單止適合送俾媽咪，仲可以送俾身邊已經成為咗媽咪嘅朋友。即刻一齊睇睇今個月嘅 PV 獎賞有咩好介紹啦！首先係今個月1至15號早鳥優惠，只要買滿125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，就可以得到一支 Fifth 盜賊清香潔亮牙膏。呢支牙膏含有小蘇打成分，可以溫和去除牙齒表面嘅污漬，而且加埋盜賊複方精油嘅強效潔淨力，可以幫助清潔牙齒，保護牙齦，令牙齒更加健康堅固。唔單止咁，入面嘅成分非常天然，不含氟化物、人造香料、色素同埋防腐劑，而且佢嘅薄荷精油成分仲可以幫助保持口氣清新，一家大細都可以安心使用。Eric， 咁你呢？你諗好母親節買咩送俾媽咪未啊？未啊，諗住買啲實用同埋日日用得到嘅嘢，但仲未諗到買咩好。相信好多人都同你有一樣嘅煩惱，不如試下由生活入手，買一支佢可以日日用到嘅用品。例如好似呢支 Thieves 嘅盜賊潔手泡沫，只要今個月購買滿19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或者標準訂單，就可以得到一支啦。我知道呢款潔手泡沫糅合咗盜賊複方精油、檸檬同甜橙精油等天然成分，而且無添加界面活性劑、人造香料、防腐劑等等嘅刺激性化學物，用起上嚟會更加安心。冇錯啊，佢嘅植物萃取配方唔單止做到溫和有效潔淨，仲可以呵護雙手嘅肌膚，等媽咪每次洗手嘅時候都會感受到你細心嘅愛護。各位媽咪經常為咗照顧家庭而非常忙碌，今次不妨趁住呢個機會好好獎勵自己。今個月只要購買滿30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，就可以得到一盒 Bloom 膠原亮膚飲。Bloom 膠原亮膚飲含有1萬毫克海洋膠原蛋白，配合枸杞精華、茉莉綠茶精華等等抗氧化成分，可以有效提升肌膚嘅彈性同光澤。入面仲注入咗100% 天然西柚、檸檬同埋青檸精油，完全冇防腐劑同埋人造甜味劑，每日一支可以幫自己重拾返肌膚嘅光彩。如果你想送俾媽咪一份更高貴嘅母親節禮物，今個月只要購買滿45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或者標準訂單，就可以得到一支依蘭精油同埋一支 Citric 香體膏。依蘭精油嚟自厄瓜多爾農場，係好多奢侈嘅護膚護髮品常用成分之一。你可以將佢加入日常嘅保濕霜或者係護髮素裏面，幫助滋養肌膚、頭皮及髮絲，可以俾媽咪日日都擁有呢個奢華嘅享受。而呢支 Citric 香體膏當中嘅檸檬香茅、百里香同檸檬精油成分清新自然，可以維持肌膚天然微生物群嘅平衡，令肌膚免受外來環境因素影響。咁媽咪就自然由內而外散發清新嘅自信同魅力。以上就係5月份嘅 PV 獎賞優惠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，俾身邊嘅朋友認識更多 Young Living 嘅產品。我哋下個月再見，拜拜。